好，咁嚟到咧，我哋呢份 mock 卷嘅 Section A2 嘅第一題啊，即係整份卷嘅第10條變分 variation 嘅部分啦。咁我哋開始講之前咧，先講下呢課咧有啲乜嘢重點你要預先知道嘅先。咁啊，其實咧主要咧就考4個款式噶，咁我預先寫低咗。咁啊，第一款咧就係正變 direct variation，第二款咧係反變 inversely，第3款咧就係聯變 joint variation，同埋第4款啦。部分變就叫做 partial variation 嘅，咁基本上咧頭嗰2款咧就好少見、好少考嘅，咁但係我哋咧可能夠咧揾到咧過去咧亦都出現過咧一個年份，就係17年嘅時候咧就出過反變嘅呢個例子嘅。咁點解呢個4號仔部分變咧要打4粒星咁多咧？因為咧其實佢咧喺其他所有嘅年份之中咧都係考呢款嘅款式㗎。即係 partial variation 部分變，咁由12到14年之間咧，都考咗好多款嘅。咁啊，譬如話第一屆啦嘅時候啦，咁佢就 sum of two part，one part is constant and the other part direct to x 嘅，即係第一個部分啦，係一個常數，冇同任何未知數嘅符號啦有關係，佢獨立一個數字嘅啫。咁啊，佢第二個部分咧，先至隨 x 正變。咁其實咧咁多年以嚟咧，咁佢主要都係考部分變嘅。咁雖然咧略有少少地方咧有啲唔同啦，咁但係整體咧你見到咧都好一致性咁所以呢個咧就考最多嘅款式嘅。咁我哋預期除咗部分變啦，肯定係最重要之外啦，咁其實呢個聯變咧，其實考嘅機會咧都仍然有嘅。咁啊，因為咧對比4款之中咧，頭2款始終簡單啲啦，亦都出過1次啦。反變咁，所以咧相信咧 joint variation 同埋 partial variation 咧就係都有機會會繼續會出現㗎咁樣。好，咁我哋咧睇翻呢條題目本身啦。咁啊，今次咧係講緊舉辦一個嘅訓練營個成本嘅問題。個成本咧牽涉咗咧同學生同埋老師咧2個部分有關。咁啊，你開始冇啦就見到呢個字眼嘅係咪就叫做 sum of two part， 對應中文咧就係部分變啦，或者2部分之和啦。咁其實基本上咧，你已經可以咧預先咧寫一寫條式。呢個 C 咧係由一個加號啦，就係隔住咗兩邊。咁啊，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嘅隨 x 正變嘅情況啦，另一個部分咧就係隨緊咧嗰個 y 係去正變嘅。咁通常咧書本咧都有好清楚寫低 K1、K2 啦，係一個叫 non-zero constant， 叫做非零常數。咁我哋咧喺考 DSE 嘅時候咧，咁你唔寫咧佢都唔扣分嘅。咁亦都有啲人會簡單標示翻呢2個嘅數字啦，唔可以係0先。好啦，然後咧題目咧一般都會俾咧充分嘅數據你。咁佢話10同埋3咧就係4550嘅。咁我哋正常代翻落去先。咁呢個係1號式啦。咁2號式就係代16同4，就係6760嘅。咁呢個就係2號式啦。咁值得留意啦，我哋一般嘅聯立方程咧，咁其實喺公開試咧就睇咩情況啦。因為你如果係喺 A1 嘅部分咧即係甲1部分咧，咁其實你係需要步驟嘅。咁但係你 A2 啦同埋 Section B 嘅部分咧，月步，咁其實咧你就係唔需要咧係去展現出你聯立方程嘅過程嘅。咁唔使嘅，咁你自己留意咧嗰個當時嘅情況啊。咁呢度咧我哋可以好直接啦，係根據計數機將預先入好嘅呢個 simultaneous equation 咧用一用，咁你就會撳到咧嗰2個數目出嚟㗎。咁一個咧就應該係260，咁另外咧K2咧就會計到係650㗎啦。咁所以咧條式咧就清楚啦。C 係等於260x 再加650y。好啦，咁睇清楚咧題目咧嗰個指示因為咧佢只係叫你咧用 xy 去表示 C，express C in terms of x and y， 咁其實已經係做完㗎啦。有啲時候咧，你知佢間中咧可能又會問多個小問題，譬如佢問你5個老師5個學生係幾多錢啊？咁你就代翻2個都係5，咁就搭埋嗰個價錢先至完嘅。咁但係今次咧呢度咧就冇其他嘅嘢你要去處理住啦 A part。好啦，嚟到 B 嘅階段啦。咁佢咧就而家先至講佢話其實咧就個成本咧係2990蚊。問下你咧呢個學生同老師咧嗰個人數嘅所有可能值 possible numbers。咁其實呢種字眼咧似乎都有一種暗示嘅，即係暗示個答案咧可能就唔止一個或者唔止一種咁佢可能係有2個或以上嘅結果都唔定嘅。咁我哋咧不如先將剛才咧已經準備好呢條關於成本
嘅呢個方程式咧，根據題目嘅指示就寫翻佢2990先。咁但係咧，你已經發現咧條題目之內咧係冇其他嘅線索或者資料提供，係得一條式嘅啫。咁咧其實你會覺得奇怪嘅，因為得一條式咧，咁點解可以計到兩個未知數嘅咧？正常就唔得噶嘛。咁但係咧原因係邊度咧？因為呢個 x 同 y 咧，佢哋係人數，人數就兩樣嘢要留意嘅。第一就係正嘅數值啦，即係唔可能係負啦。第二咧就係佢係要整數，佢要 integer 嘅整數。咁所以咧，你可能係基於某啲嘅條件限制之下咧，係可以分析出咧一啲有限嘅情況出嚟，嗰啲就係個答案嚟。咁我哋分析之前咧，都要諗下約一約簡先啊。我哋應該全式可以約到13，係嘛？應該係約到130添啊。咁你應該係計到2x 啦，加5y 就等於23。咁啊，約揀咗佢容易啲分析。咁今次咧，我哋試下咧，將 x 咧作為個主項，咁啊揾出 x 嘅代表方程係23減5y over 2嘅。咁頭先我哋講過啦，因為個人數咧就唔會係負數嘅，唔會係負數，咁即係咩啊 ？x 咧就應該要係大過或者等於0啊嘛。咁我哋咧就準備咧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咧限制，令到我哋咧估嗰個數目就唔使話估到咧即係太多。咁我哋咧經過簡單嘅調位咧，應該就揾到個 y 啊係細過等於幾多咧？撳機23去除5啊，咁我計到4.6。咁啊自己都要小心咧，呢個負數除過去啊，個箭嘴方向你要倒轉啦，好嘛？咁啊，然後咧我哋知道細過4.6啦，咁所以你就可以慢慢去試下啦。譬如嗱，當個 y 如果係4嘅時候，咁有冇計到一個合理嘅 x、y 嘅配搭咧？咁我哋要揾埋個計數機幫手慢慢撳啊！真係嗱，我哋撳啊23減5乘4，因為而家咧我試緊咧，如果個 y 係4嘅話，嗱咁我梗係唔試5啦，細過4.6噶，係嘛？第一個要試係應該係4，咁啊試緊4啦，咁啊撳翻計數機咧，但係咧我哋係計到個 x 咧係出現咗一個點數，咁當然冇得話有 1.5 個人，咁樣當然係唔妥當嘅。咁4咧應該唔得，我哋繼續去嘗試下，咁啊試下下一個3啦，23去減5乘3就再除以2，咁今次咧就揾到一個比較合適嘅一個數目。當 y 如果係3嘅時候咧，原來 x 咧就可以計到4嘅，咁呢個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配搭啦。不過問題係咧，可能未完結嘅，我哋仲要試到咧完結為止啊。因為咧，你知道呢個 y 都係人數啦，佢細過等於4.6，咁但係亦都會俾咧y 大過等於0呢個約束住，所以我哋呢間試咧要試到咧0嘅時候啊，先至能夠完結嘅。咁當然如果你需要咧想清楚啲嘅，你可以最後咧啱啱呢個 y 咧嗰個嘅式咧，你可以再加多個大過等於0啦，去約束住咧佢嘅嗰個下限，提醒自己咧試到邊度咧先至能夠停止嘅。可能我而家到2啦嚇，23去減5乘以2去除以2，繼續計到一啲唔合理嘅點數，算數啦。再試下1嘅，23減5乘1去除以2，咁呢度咧亦都計到一個合理嘅數目啊。原來啊就係當個 y 頭先試緊1嘅時候咧 ，x 係能夠計到9噶。我哋再撳埋最後一個情況啊，23減5乘0去除以2，咁但係咧都係7點數，咁冇辦法啦。似乎咧就係得呢兩種嘅可能性，個答案就係 y 係3 and 呢個 x 係4啦，又或者啊係呢個 y 等於1 and 呢一個 x 等於9，就係有呢兩組嘅答案嘅。咁所以咧，你都可以答翻一句嘅句子啦，講翻所以咧學生同老師嘅人數咧分別就可以係4及3同埋咧9及1咁樣去完結佢。咁通常公開試咧，佢都幾中意咧，將呢啲不等式咧係融入喺一啲咧單一條嘅方程式之內嘅。除咗呢種問法之外咧，更加常見嘅可能會用於統計學。咁佢數出嚟嗰啲可能性咧，過去都試過出現過3種嘅。咁而家呢個2款咧都唔算好多啦。